你係咪每次練琴嘅時候都淨係會合手彈呢？如果係咁嘅話呢，其實你係好容易 build up 一啲壞習慣嘅喎。點解咁講呢？你合手彈嘅時候，自然係要處理多啲資訊啦，左右手總共多啲音啊嘛，而仲要留意埋左右手 coordination。咁其實你已經淨係可以分到好少集中力去俾你嘅留意自己手嘅動作，究竟係咪放鬆？係咪一啲你想要嘅 motion 咯？咁相反，你單手彈就好處多啦。你一嚟可以好集中咁留意自己隻手做緊乜，又可以留意多啲嗰一條聲部做緊乜，而且你亦都可以彈得快啲，喺短時間內亦都可以 repeat 到多啲次數。Let's say 你5分鐘已經可以將一個5個音嘅 group，你已經可以練到100次啦，大概。咁對比起你合手彈嘅時候，一嚟冇咁準確，有幾多次係真係彈得準，係可以將佢 internalize 到咧？係啦，而你確保晒雙手都做到啦，而且你發現弱啲嗰隻手都已經解決咗嘅時候，合手彈先至會有少啲阻滯，咁你先再 focus 喺 coordination 咧，就會慳好多時間啦。同埋最緊要係可以預防受傷啊！當你雙手一齊做又留意唔到自己咩動作嘅時候，會整親噶嘛。咁而且你兩隻手同時去做好多嘢又唔休息嘅時候，都係好容易整親噶嘛。但係分手練咧，你兩隻手其實係可以輪流練噶嘛。你一隻手練到攰，咪練埋另一隻咯。咁你練到另一隻手都攰嘅時候，咪一齊咪彈翻另一隻手咯。又或者你再直接休息，跟住翻嚟再彈嘅時候，兩隻手一齊休息好嘅時候，咪會彈得好好咯。